请咱陪伴心，咱来念今仔日要念的圣诗。今仔日要念的圣诗是新圣诗第9首，新圣诗第9首，万有三甲自即欢喜。咱来念第1段甲第2段。好，来，请老师。总共哈利路亚的路有3拍，哈利路2、3、呀2，这样后面呢节拍要注意听老师在弹，哈利路2、3、呀2。对，真好。咱来换第2首，第2首121首，121首。121首是上帝疼痛赢过一切，这甲咱所熟悉的旋律无啥共款的哦，这是无共款新的谱，咱请老师来，上帝疼痛赢过一切。咱共款来念第1节甲第2节，上帝疼痛。感谢天父上帝的大恩典、大疼痛，上帝的疼赢过一切，所以咱就爱欢喜来学乐咱的天父上帝。请咱这是咱陪伴心，咱要来敬拜赞美，请咱大家起立，甲厝边隔壁讲，咱欢喜来敬拜上帝。拜上帝。感谢主，愿圣神吼，这是着降临伫咱人间，疼痛圣主万欢迎。地球。
到星星欢迎你来，跳到星星欢迎你，跳到星星欢迎你，我的黑云飘零走，就你心里好动，你真行你，我是他跟随你走，跳到星星，跳到星星，跳到星星，欢迎你来，跳到星星欢迎你，跳到星星欢迎你，愿你先为我的我，大官帮好一切的救赎，最想就心切切他我，跳到星星，跳到星星，跳到星星，欢迎你来，跳到星星，跳到星星，欢迎你来。相信我，欢迎你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啊，欢迎你来，大大来充满我，大大来充满我，感谢俄罗主，继续来拍鼓啊，来俄罗咱的上帝，上帝啊，我要俄罗你。小你呀，别呀，小你，兄弟，我要俄罗你，万里小你，你所走，兄弟，我要俄罗你，万里小你，你所给你，兄弟，我要俄罗你，公义小你，主爱小你，兄弟，我要俄罗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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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姐妹来，小丽，对呀，小你，兄弟，我要俄罗你，万里小你，你所同走，兄弟，我要俄罗你，俄罗你，你所给你，兄弟，我要俄罗你，公义小你，主爱小你，兄弟，我要俄罗你，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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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来，小你，对呀，小你，兄弟，我要俄罗你，万里小你，你所拢走，兄弟，我要俄罗你。来，走来，万小你，你所给你，兄弟，我要俄罗你，公义小你，主爱小你，兄弟，我要俄罗你，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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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天父上帝伟大奇妙的创造，感谢父上帝这么啊疼咱啊，伊伫咱做这件的时阵就疼咱，到即阵嘛是把咱惜命命。上帝有永远无改变的疼，永不止息的爱，
咱吟诗学了咱的上帝，你爱永不变。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我伤心，我气馁，我生命，我识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我填写我的船，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我伤心，我气馁，我生命，我识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我填写我的船，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我填写我的船，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我填写我的船，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请咱三甲来祈祷。全能的天父上帝，天属你，地属你，阮要学了你，万物属你，你所创造，阮要大声来学了你。哦，主啊，感谢你这么伟大奇妙的创造。哦，主，你创造阮是你的宝贝，你看阮做宝贝，阮是何等的幸福，何等的福气。主，感谢你，因为你会听，差派你的独生圣囝，互阮会当领受这么大的恩惠。哦，感谢主耶稣十字架救赎的恩情，感谢圣神拢点伫阮的心里。哦，主，阮要伫你的面前，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阿拉你。阮要用阮的诗歌，献上阮的学了你是至尊至大至圣的爸。阮要将荣耀尊贵拢来归予你。哦，主，感谢你，感谢你大疼痛，感谢你，愿阮的敬拜会当互你欢喜。感谢安尼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阿门。来，搁将一摆
来一种音感来配合咱来做，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谢谢。恁着学罗耶和华，耶和华的奴仆啊，恁着学罗耶和华的名，愿耶和华的名受学罗，对即时到永远，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耶和华的名是应该学罗的。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请起立来念圣诗第9首。
各位兄弟，请坐。咱做伙拗头来祈祷。至圣的阿爸爸上帝，你是全能的神，荣耀的君王，你是家己愿敬拜学老的神。主啊，无管阮是好业还是丧凶，你随时甲阮同在，随时甲阮听命命。你是做阮的倚靠，阮的石盘。主啊，你疼惜阮，赐予阮满满的平安福气。阮感谢你，学罗你。主啊，阮求你照顾阮罗树教会，为阮备办合你心意的牧师。来牧养教会兄弟姊妹，阮大家团结三听，用受教谦卑的心，注目伫神，献上你所赐予阮的财力，同心来服侍主。主，你互阮会听做服侍别人的人，求你互阮每一个兄弟拢是有灵命、有疼心的。服侍因群做工，来扩展阮的教会。主啊，虽望阮的有时能力有限、气力不足，阮也阁要认真拍拼，互阮会当团结合作，倚靠主，阮就要得到主你的欢喜。阮时时少念主你的恩典，传扬主的疼甲福音，直到永永远远。感谢主，你赦免阮的罪，赐予阮信心甲力量。阮借着祈祷，阮将教会众兄弟姊妹，无论因的家庭、因的工作、学业，一切拢交托伫主。虽然阮知阮会拄着诚侪困难艰苦，但是阮知你随时在保护阮，做阮的倚靠。感谢主。求你保守阮每一位兄弟姊妹身体病痛，拢会当得到医治，互因会当恢复健康，互因的困难拢会得到及时的帮赞，心灵拢会得到你的安慰。伫基督耶稣内底，阮的心灵拢会得到平安，充满欢喜。主啊，阮抑阁要伫有恶的战争。求你，互遮个人会当得到和平，会当平安重建因的家园，也为着东南亚、柬埔寨、缅甸，甲泰国遐个大地动祈祷，求主你拯救因遐个受伤的人，安慰遐个灾民，互因会当赶紧来恢复正常的生活。阮的礼拜将要开始，求你的圣神降临，借着牧师的讲道开启阮的心灵，求你的圣灵充满阮，坚固阮的信心，伫主内底彼此相听安慰，互相扶持。阮全意归于主你，求你也祝福服侍的兄弟姊妹，哪服侍哪甘甜。愿你的大能运行伫阮当中，无所不在。阮安尼诚心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接着，咱做伙来启应。启应文第60篇，伫新圣诗的后壁面，1107页。选着做伙来，我来启，兄弟做伙来应。
我若会晓讲人的语言，甚至天使的语言。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我若有教业的信心，通移山倒海。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还是献身身躯互火烧。恁爱是宽容，有恁爱就袂嫉妒，袂做见笑的代志，袂快生气，袂爱不义，恁爱会包容一切。对一切有望，一声恁爱永远存在。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是暂时，咱所识的有限，毋过迄个完全的一会来。我做囡仔的时，讲话亲像囡仔。但我已经成人，咱现在亲像照镜在看，模糊无明。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一声，安尼。信、望、仁爱，这三项永远存在，其中上重要仁爱。再接是献诗，圣歌队今仔日所要献的诗是上帝甲咱惜命命。圣歌队请。
感谢圣歌队美好的献诗，上帝甲咱惜命命。搁接咱做伙来信仰告别，兄弟姊妹请起立。咱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温州彼拉多人来受苦，领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接着，咱做伙来共读圣经。今仔日所选的圣经节是记载伫马太福音第18章第21节到33节。伫咱的台语汉语本是伫个新约的22页到23页。选到的，咱做伙来看。我来读，并且来看。马太福音第18章第21节到33节。21节，迄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讲：“主啊，我兄弟得罪我着饶赦伊几摆呢？到7摆会用的吗？”耶稣讲：“我对你讲，毋是到7届，乃是到70个7届。”所以天国比凭人均爱买甲伊的萝卜算数，起头算的时，有带一个欠伊1000万银的来，既然无通行，伊的主人命令着卖伊本身，甲伊的某囝，连伊一切所有的来行。迄个萝卜就拍地拜伊讲：“主啊，着宽容我要拢总还。”萝卜的主人就怜悯来放伊，搁赦免伊的罪。迄个萝卜出去，拄着伊一个共做萝卜的欠伊100个银仔，就掠伊，找伊的颔棍，讲：“你所欠的着还。”同做萝卜个拍地求伊，讲：“着宽容我要还你。”若是伊毋肯，就去甲伊关落家，来听候伊所害所欠的。迄个当做萝卜的看见即个代志真忧闷，将拢总的事对主人讲明。对安尼，伊的主人叫伊来，甲伊讲：“歹的萝卜啊，因为你对我求，我就将你所欠的拢赦免。你减毋着怜悯你当做萝卜下，亲像我怜悯你。”以上。接着是咱牧师，陈牧师为咱来讲道，伊所讲道的目的，题目是饶赦甲怜悯。姊妹，咱三个安排来祈祷。听小阮的主，阮感谢你。阮在踮伫世间。有一个千变万化，我毋知影明仔载是怎样。
总是阮要把人惜现在，因为阮知影上帝你听惜阮，甲阮惜命命。所以虽然阮心中对人生有真侪疑问、真侪不满，也是有真侪怨叹，总是阮相信上帝你通过人甲人的相处，互阮知影要怎样学习最最的功课。特别伫教社甲人面的顶面，阮需要有搁较深的学习甲行动。自打今仔日，你互阮罗州教会所有兄弟姊妹，会当搁一摆，虽然落雨较寒冷的天气，总是你去保守带领阮来到教会，而且阮毋若吟诗，毋若祈祷，也读上帝你的话，搁要听上帝你奥妙的教示。求你的圣神进入伫阮的心中，互阮会当安静来听、来明白，也来实践。阮知影阮所在有限，阮会当做会到的嘛有限。总是求主使阮有教育的信心，互阮有决心，要来行上帝你的道。愿主赐福，通过你的萝卜伫你的面前，所要阐明、所要宣讲的，拢会当成做阮伫信仰的顶面好的学习。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阿门。伫遮我要先甲兄弟姊妹讲一声实礼，因为我伫2个月外前过年前骑摩托摆，骑机车无细字啦一世人要活到70岁啦讲安尼则无小心去累残啦所以伫新春礼拜前，恁有注意到我迄个挂喙暗啦因为即个门牙爱呲牙，我即摆空喙较好门牙因为呲牙爱一段时间都因为爱听候啦所以欠一支喙齿才知影讲有时候老风我会尽量讲好势安尼啦若听无清楚，再举个手来讲无输你咧讲啥呢？好我毋捌伤笑，因为笑喙齿着。我这是无耻之徒，请大家多多谅解好。真欢喜，今仔日会当个转来到咱罗州教会。我实在是真孝顺咱大家啦顶年安尼10月开始受邀请来甲咱的少年团契这个乐龄读经班大家拜谢约会得到咱大家听惜，有时咱礼拜日嘛当来甲咱教会，嘛会熟悉咱做兄弟姊妹有感觉到咱的教会真温暖咱的兄弟姊妹你看大家面拢足善良，有无？有啊无？有足单纯啦迄个咱人啦，咱讲心由相生，你知道？相由心生，你看我听讲毋对的看恁有咧注意听我。相由心生，多谢恁来甲我指正一个人心肝好歹，对伊的面相看会出来，这确实咱就莫讲什么政治人物啦，反正这是事实啦好，所以我嘛知影咱人拢无完全。对不对？咱讲是圣人，无咱拢无够完全，因为咱毋是神，咱毋是上帝。所以特别咱真说一个基督徒，有当时咱讲教会应该拢是好人是不是？世间讲有好人，无哪有好人好事代表？有无？嘛是有啦是。有好，但是不完全的好啦，
咱袂当讲咱毋是好人吼，毋过咱来用好来学习，对不对？不过咱拢是有罪的人，安尼咱要承认无？是，因为咱会失错，做毋对代志，讲毋对话，迄就是罪，偏离去啊，是不是？所以教会是一群有罪的罪人组织的团体啦。你嘛想讲哦，我教会拢大家拢好人，大家拢袂做毋对。好啊，若看见啥物人讲毋对话，哦，咱就讲哎哟，啊做长老啊，啊做牧师啊，安尼啊讲话啊黑白讲，吼啊得罪人，啊咱就失望，会袂？会哦。所以吼，我妈妈甲阮爸爸拢甲阮教导，你莫看人，看人你会绊倒，对无？仰慕上帝，因为咱其实要学习。特别伫教会团体内面，咱就是咧学习，要安怎成圣、成圣，要安怎得到完全。所以咱就是来遮学习，甲毋是呢互相学习啦。吼，所以今仔日我要用拄则咱电子书，吼，伊声真好听吼，嘛真用心咧准备吼，伊读的这段圣经马太。18章21到30，咱拢真熟。若有读圣经，一定拢知影这段圣经。耶稣讲这个譬如，咱要来学习饶赦、甲怜悯这个功课。咱在做一基督徒，咱一生的中间有真侪信仰的生活需要学习。吼，譬如讲，咱会惊吓无？会无？你会惊无？惊什么？咱惊啥物？像我即摆吼，安尼骑车无说伊累惨对无？其实我是碰到迄分割岛，毋是甲车相撞。迄阵已经7点半、7点外啊，天色已暗。啊，我为台北要转来五股，经过沙丁埔，吼，咱有一个新北大道的下骹挖过来苏王道，啊要带转，啊结果吼，伫路上有一个分割岛，凸出来了。就你去做的，我刚才注意迄个青灯，我就是拢会注意，迄阵做暗嘛，佫底下全无迄个挂吼，暗嘛，嘛毋知发生啥，可能嘣一声安尼啦吼，就累惨啦，吹去就转去喷甲全毁，安尼吼。有一个骑罗摆过来，一个骑士或者前生啦。伊讲你有安怎无？伊讲我是警察啦，吼，因为警察毋是要来开罚单吼，伊也无穿警察服啦吼，无穿警察的服装。伊讲有需要我叫救护车无？我讲毋免啦，多谢你啊。结果伊真正联络呢，救护车敢若无几分钟就到位啊，吼，迄救护车一个小姐落来吼。要来，本来要来甲单车要甲我讲毋免，伊就问我讲，你头家会红无？我讲袂要紧，我转来5股来找起好医就好啊，安尼。所以我甲因婉谢安尼啦吼，就无去病院，就我就直接转来5股医生甲我看看，甲我小做简单的地方，你要紧赶去大庆病院，爱去缝合啦，爱甜甜的，无惊会感染安尼吼，了。过一段再来做喙齿所以迄摆了吼，我迄条路都毋敢行。即摆骑大摆嘛，拢小可惊惊，有迄个创伤症候群，真正啦，我无吼嘛去换一顶，换较光的，看较会着的，所以这就是一个会惊啦，你有迄个。受伤过，心内有一块阴影啦、阴影，对不对？所以变咱赢过惊吓，会无？咱佫有惊啥物？惊草无某，嫁无翁，会袂？袂啦吼，即摆有人歹娶歹嫁，惊趁无钱，还是惊啦？惊破病，惊年老。串惊就串着，
这咱拢会拄着。所以，咱要怎样伫绝望的中间来找着望？这嘛是咱学习。要对失败中间，佮重新徛起来。这是咱一生的中间爱学习足侪功课。总是我要讲今仔日一项，咱真学的学习的，就是怎样饶下别人啦。饶下是啥物？英文叫做 forgive， 有无 ？forgive，give 是啥物？给嘛。毋过个字叫 forget， 拢是 for， 这也自首吼，自首，毋是自首了吼，自首了吼。forget 就是讲忘记，所以这两字是有关联的。你要饶下人，你一定爱甲伊毋对代志啊啦，放袂记。哦，咱阿某若咧冤家常常拢会安那，千古笑，会袂？哦，冤家就是你较早对我讲啥，我拢佫一摆佫讲互你听，佫提起者，互你恢复你的记忆，表示你无甲放袂记你嘛，你拢记条条啊。别人对你好，你拢会袂记哩；啊，若对你歹咧，永远甲你记条条，哦，毋是咱条条吼，咱拢会讲会记，所以表示你无，虽然讲啊好，我歹，咱有当时啊上计啥啦，歹插伊啊，有，安尼讲有啥？无，你并无把甲这代志放袂记哩，所以 forgive 咱。那用四个字叫做宽容，北长爱看，原谅啦。哦，这原谅无好简单呐。哦，你了，礼拜你两那坐啊开，早毋过安怎？我你讲吼，你睇你这个年岁人拢安尼啦，相敬如宾啊，哦。有无？张玲对你好唔好？你唔使你家己讲的啊！爱问你张老啦，你无伊会使的无？啊，袂使。伊对你有够好无？伊对你有好无？佮想者啊！啊，我即摆吼，像阮牧师娘，拢相依为命啊！囡仔无伫阮的身躯边啊吼，啊，拢伊咧甲我，当然互相照顾啦。哦，我若出去，我就想着讲啊，伊也袂食，来买一寡物件转去安尼吼。啊，我拢若要，伊爱嘛甲我管，叫我食饭安尼啊，好食饭啊，我拢甲伊三刀啦，吼，咱高雄三刀咯，有无？吼，咱高雄人嘛吼，三刀咯吼，我拢甲伊多谢伊的。关心，多谢伊的疼惜，多谢伊的照顾。我一定，我伊听到讲啊，你定咧讲这，我一定爱讲。若无你吼，我毋知变哪活落去，是不是安尼？你对了，有无？必须，还是讲，吼，所以吼，咱知影讲，这个宽容。下面有当时阿某会搭喙鼓，毋过安怎？低声可当机啊，敢毋是呢？毋过有个人食较老来吼，怎啦？分区嘛有诶啦，住公厝啦，毋过迄话较老干嘛咧离言呢？你捌听过无？哦，我受不了，我挡袂牢啦！哦，我捌甲伊住做啦，啊囡仔拢大汉啦，好啊，袂下啦。咱即摆离婚率真悬，就是讲。个性袂合，拢用即句话，对毋对？迄就是你无够宽容，哦，特别是欠人钱爱还无？爱吼，今仔人讲好，你欠我拢甲你免，拢是免债，安尼啦，咱会真欢喜，对袂？哦，咱有个人吼，拢常常感觉讲。欠钱，拢
无感觉讲有对不起的感觉，无怪，特别是做基督徒讲感谢耶稣赐我吃，赐我穿，赐我欠钱，拢免停啊，毋是安尼啦好，所以这是疗效，咱今仔要来学习这个功课。咱有一句话，可能你也捌听过，讲不会饶恕人，不要饶下人，就是摕别人的错误安那来惩罚家己，来处罚家己啦。因为有可能伊得罪你的代志，伊袂记啊。不过你拢记条条，所以你一直若想到这个人看到伊，你就生气，你就想起迄个代志，伊安那对我歹，结果伊人过得好好啊。啊！你家己伫遐咧硬，伫遐咧气，安尼是毋是摕别人的错误安那来处罚你家己？所以，耶稣学生彼得，有人拄来读圣经，问耶稣讲：主啊，我兄弟得罪我着饶下伊几摆？伊自问自答咧。耶稣伊甲问耶稣，结果伊来讲。7摆有够无？伊感觉有够野啦，是不是？结果耶稣安怎回答？70个7次，请问安尼几摆？490摆，安尼数学袂歹。7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完全的数字。耶稣你来讲，就像迄是一个 n 次方，70个7摆意思讲无限的。宽赦，因为彼得认为讲，我会当做甲饶下人7摆就袂歹啊。叫耶稣竟然甲伊讲无够，是按无限的宽赦，所以耶稣就用一个譬如来教导伊啦。这个譬如分这两个赞处，第一个，咱看23节到27节。咱搁甲圣经搁读一摆23节，耶稣安怎讲？天国比拼，比喻啦，讲人均爱要甲伊的萝卜算小。咱会记有一天咱爱甲上帝算小，算啥物小？算咱欠的债。后来这个就是咧讲，一个主人甲伊的萝卜算小，这萝卜讲欠伊主人1000万银呢，我嘛想无，这萝卜哪会甲伊主人借1000万银？敢有讲去买厝吗？咱即摆泸州房价偌济，落马算1000万以上，对无？所以我咧想，我唔可能是，敢有可能去投资，无就是去买厝嘛？对不对？差不多就是用这个路用啦，后来这算主人嘛慷慨啊，出手大方啊，无咧，今仔日讲明年我甲你借1000万，你若有存钱，你嘛买借我者，对无？因为你借我者钱要啥？若要借嘛要叫无来啊，还是要照顾啊，利息嘛要照算啊，敢是安尼？所以伊个主人就评论伊讲来，你可能还袂起啦，无你安尼啦，卖你个某囝，甲你本身所有的来还我。迄若是为难啦，伊都拍你涂骹，甲主人讲莫啦，我就算讲我甲我所有拢卖了了，我嘛无法度还你啦，你宽容我，你宽容我，宽容意思伊无讲我歹还，伊讲我慢慢啊还啦。结果做主人就怜悯。来，咱讲到这个怜悯，英文叫 mercy。什么是怜悯？就是讲你看到伊个处境，你动了什么自心？就是讲你看伫路边看到一个去食，你讲分钱也好，分饭也好，你若动了自心，你会互伊无？啊，像看到一个囡仔咧哭，你去甲伊问一下，关心一下，小朋友你怎么啦？
那就是灵敏了。那种心理学讲叫做同理心，同理心。我会记迄阵咧读心理学时，阮老师讲，同理心是啥物？就是讲你穿别人的鞋啊，去感受看卖，就是徛伫对方的立场啦，迄叫做同理心。咱捌穿毋着别人的鞋啊无？捌无？捌啦。较早吼，阮有家庭，我咧牧会时有家庭礼拜对无？家庭礼拜是毋是拢爱去会友的厝呢？毋知叫家庭礼拜。家庭礼拜是要人的客厅爱烫鞋无？拢爱烫啊！所以迄个阳台拢放一大堆鞋啊。即样散下了吼，有一摆我鞋啊无去呢，别人甲我穿走去。我只好就穿迄双剩的迄双鞋啊。穿得足奇怪啦！这都毋是我的鞋啊，毋是我的寸穿，型要共啦，色嘛共款的啦。结果迄个人敲电话讲牧师，我穿毋着你的鞋啊！去问啊，讲是啥你的鞋？安尼，我嘛毋知是啥物人甲我鞋啊穿走，穿毋着的。迄叫做同理心，徛伫对方的立场，所以这个主人来讲好，安尼你所欠的我拢。一笔勾销，动了自首啊，佮甲伊讨白，佮甲伊放走好，佮免你的罪啦，你看，即款的疗效有大无？有啊。其实这个譬如这个萝卜，就是咱人类的写照啦，咱的写照啦，你知道？咱亏欠上帝是偌尔啊济。真正，你家己你出世到即嘛，你想看觅你有得罪上帝、得罪人偌济？毋过咱得着上帝甲咱宽赦，咱拢得着赦免，享受真正的自由。你知影为啥人爱走路？迄就欠人钱嘛，爱眯起来啊！无人去互掠着，毋是推就是拍，对无？无人掠去关，所以伊要走路。毋过你若讲小拢行了想人甲你替你行啊，你感觉讲自由无？你当享受真正的自由啊！耶稣基督替咱担这个罪，上帝嘛赦免咱，只要咱真心的悔改，咱就通得到真正的自由。咱在经历这款的赦罪的福气，但是要得到赦罪、赦免的先决的条件，就是需要恳求主的饶赦啦。因为咱常常得罪上帝、得罪别人，所以咱爱有勇气呢，下要叫人说为了爱民主呢，做老爸会得罪家己囝儿无？会无？你讲捌甲恁囝回失咧？捌无？我老爸呢？我若甲伊失咧，我咪做无民主，会安尼无？所以爱有勇气无？有呀，你要有勇气。咱卖做毋对，咱卖讲毋对话，所以咱爱有勇气，甲人求赦免、求宽赦。伫路加福音18章13节，嘛有耶稣讲一个譬如，讲一个抽象的税吏到圣殿徛伫夜幕暗天，连夜幕暗天嘛毋敢，拢头壳淡淡安尼，家己遐对天讲上帝怜悯我这个有罪人啊！国语是讲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伊徛远远可能伫门口遐，伊毋敢进前来，头壳拢毋敢看顶面，就伫遐安尼对兄认罪。耶稣咧讲这，伊咧讲即款的认罪会恳求，结果要得到上帝接纳。毋过相对伫即个譬如内面，佫有一个咧法利赛人，伊嘛伫圣殿内底，洋洋得意，讨功劳，家己掠做义，上帝啊，我知影
实行十分之一奉献，我禁食祈祷，过来咧，搁记迄个抽象讲，我哪亲像迄个势力，有无？好，你想即款的高姿态祈祷，上帝敢会赐阮咧？会无？咱的祈祷绝对毋是咧甲上帝讨功劳，讲家己偌好拄偌好，拢无。吼，所以可见咱的祈祷的心态真重要，就是咱需要谦卑认罪，安尼才当得到下罪稳定啦。哦，伫这个世界中吼，咱常常会得罪四周的人，会无？咱讲喙齿甲喙齿会加着的，哦，因足亲的啊。对，上会加着，何况咱哦，甲你上亲的人，什么人？五伦中上亲，那是夫妇嘛，是毋是呢？哦，会冤家无？会得罪过无？一定会啦，对不对？虽然常常会得罪人，也常得罪你的好朋友哦，因为太熟啊啦，对吧？所以有当咱讲话就较无客气。那安尼，咱需要求因的赦免无？当然爱啊！咱毋哪爱求因的宽赦，搁啊，嘛是爱恳求上帝的赦免，因为得罪人就是得罪上帝。咱做伙讲来，得罪人就是得罪上帝，因为人是上帝创造的啊，对不对？啊，你得罪人就是啥物？间接嘛得罪上帝啊！哦，有一摆。有一个真爱讲人歹话一个负责人，去找法兰西斯，哦，这个是一个修道士啦吼，人后来改称作 Saint Francis， 伊做是一个人格者，这个姊妹就来找 Francis， 讲请教伊，伊讲我哦常常拢讲人歹话，我要怎样才会当得到赦免啊？我是讲安尼好啦，我甲你教一个方法，你去收集一寡鹅，咱若讲牙啦吼，海口讲牙，鹅毛，人来抬鹅有吼，迄鹅毛，即摆鹅一斤偌济？无俗哦，哦，咱迄个中华路遐有无？还有迄个黄市场，我家遐还有一间鹅肉档，袂歹食。哦，本来260起到即摆300，一地哦，啊，毋过有影好食。啊，鹅大只嘛吼，我你去收集遐鹅仔毛，甲迄个每一支的鹅毛吼，鹅毛，甲放伫你捌共讲歹话迄个厝边的门前。哦，你想法嘛，你有得你写一个，啊，甲迄个鹅毛放咧。放因兜门口，伊讲这要创啊？伊讲你着照安尼做就对啦，吼。好啊，伊就照伊的话，甲迄个门哦，放伫每一个人门口遐，不要讲歹话过啦。照安尼做了，伊个来找 Francis， 讲啦，安尼你搁甲收倒转来，叫伊要转去收的时候，哇，因为迄个门啊啦轻嘛，风一个吹倒啦，飞走去啊！伊讲我拢找袂转来啊啦，拢无去啊。安变怎？认识来讲，有影讲出去的话，把伊收回啦，对无？伤害别人的代志是真恶的弥补的，所以你只有去恳求上帝赦免你啦。这是头前爱做，你先求上帝赦免你，然后你嘛每一个人去求赦免，上帝绝对会赦免你，好。好，这是第一个，咱来求上帝恳求主人的饶赦。第二就是讲，你袂当饶赦人吗？有为28节开始到30节，讲迄个萝卜出来哇，拄着甲伊共款做萝卜的人，欠伊偌济？这是讲10两文，嘛，咱的白是讲100两文啦。当然迄小有一个差别啦。毋过不管10两文、100两文。甲1000万两文，安尼差几倍？
歹算啦，对不对？咱才有无数个，拄要讲490摆，足紧就算出来，对无？1000万除以10，偌济？100万，除以100咧，嘛是几啊10万，10万以上。迄是比例伤大啦，对无？伊看到一个欠伊10两个，还是100两丢掉咧，你欠我的，紧还我，有可能伊嘛欠嘛需要钱啊，对不对？伊欠哪侪钱啊？表示伊也无好过啊，这10两个是讲的是就是安尼，互伊方便一下啦，所以伊要甲伊讨钱，迄也是难免啦，是不是呢？无咱即摆一个什么讨债公司，对无？所以欠人钱，伊也艰苦借人钱的呢，嘛无好过所以甲伊讲，你搁互我宽限一下啦，还苦哀求有无？毋过这人有原谅伊无？无呢，你今仔若无晓我会送伊官府，较早会当安尼办咱即摆若欠人钱嘛是以前搁有迄个票据法有无？爱互关呢，就送落官府落伫家呢，等你有法度刑罚，才放你出来。我有当想讲，就去互关掉，是要哪还你钱？你毋互伊出去趁钱，对不对？关掉讲，等你有法度才刑罚，这嘛足奇怪。不过这个代志，伊会当看，共做萝卜的听了，伊嘛知影讲，哎哟，咱主人就刑你，宽赦你1000万两银这个人你会当看，不过是欠10两银、100两银，你就袂当，所以去甲主人讲，主人搁叫来，用共款的方法，讲你若无刑我嘛要安怎，甲你关伫监牢内底。所以咱看，这个得到主宽赦遐尼济欠债萝卜，却袂当宽容迄个人欠一丝仔债，这表示什么？伊的心胸安那？真可爱嘛，啥在嘛？这嘛是咱人类的写照呢。咱若想讲咱家己，上帝已经赦免咱遐多遐重的罪，毋过咱常常叫人安那斤计较，会无？会哦。咱总是无法度接赦别人，所以迄个结局就是讲，咱嘛无法度得到上帝赦免啦。咱看，伫马太第6章14、15节，这是耶稣教伊学生祈祷文有无？咱讲主祷文了后，赦免阮的过误，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就其中一段。最后耶稣佫补充，就是讲这段，讲因为恁若赦免人的过失，恁的天父也要赦免恁。恁若无赦免人的过失，恁的爸也无要赦免恁的过失，相对的啦。所以一个袂当饶恕别人的人，你只是咧派迄个重担，家己嘛无法度得到平安，你知无？咱知真出名最后的晚餐，啥物人话？达文西，伊是一个真出名的画家，这幅图是伊画。咱知要画图的是，伊爱去想象，对无？伊准备要画耶稣的面貌的时，伊出去外口街仔路，拄着一个伊的朋友，两个人一言不合啦，讲到尾上冤家起来，冲突起来，当时嘛足生气，用足强烈的字眼甲伊臭骂一顿，安尼就对了甲伊骂就对了。骂了后咧，佮等于伊的画室化石。结果咧，伊是要画耶稣的面容，拢去想着迄个人的面貌。骂人有好话无？你骂人，对方会甲你骂倒转来无？一定会嘛。所以拢想着足生气的，所以要画耶稣的面啦，画袂出来啦，无平安嘛，心内足愤怒的嘛。所以想讲
我去出去去找迄个朋友，甲伊讲啊，歹势啦，拄则我对你大声扫吼，对你讲歹听的话，请你原谅我好无？伊讲我嘛真对不起你啦，所以两个人就安那握手言和啦，人做伙讲，从下面啊，伊才得到真正的平安。所以后来转来时阵安那，一个为耶稣的面貌是都画出来啊。哦，有这个故事的记载，哦。啊，咱台湾有一首民谣歌谣吼，叫做《阮若拍开心内门窗》，捌听过无？这是迄个卢传生教授甲王长雄先生哦，一1958年，足久啊！我差不多3岁时阵，所做一首歌谣，哦，咧描述一个出外人的心情，有40个歌词。大概是咧讲就讲心内门窗，吼，心内门，心内窗啊，想着心爱的人，想着故乡的景色，吼，用门甲窗，咱知影一间厝爱有门无？哎呀，门是咧出入的所在啊，吼，嘛是咱代表一家精神的所在啦。啊，窗啊咧，窗啊就亲像目睭，对无？一间厝会使无窗啊无？咱开开啊，会当看到外口的景色，哦，就像咱的目睭共款，看到天，那天白云，山川草木。啊来，内底边讲到春光，哦，记着春光，迄个春光是一个双关语啦，表示光明啦。因为咱的内心真侪物质，哦，咱需要有光照入来，哦，好，我来。咱做伙来欣赏一首歌，好无？来，好，有想要听无？好，无出来唱，好无？好，啊，老风先莫见怪吼。咱来邀请吼，对我唱不要紧，吼。拍开心内的门，就会看到五彩的春光。虽然春天无久长，总会暂时消完满腹的心酸。春光，春光，任何在望你。永远在阮心内，阮若拍开心内的门，就会看见五彩的春光。阮若拍开心内的窗，就会看到心爱的人。虽然人去楼也空，总会暂时予阮心头轻松。所爱的人，今何在？望你永远在阮心内。阮若拍开心内的窗，看见心爱的人。阮若拍开心内的门，就会看见故乡的田园。
做来唱来。虽然路途千里长，总会暂时互阮少年想袂长。故乡，故乡，今何在？望你永远在阮心内。阮若打开心内的门，就会看见故乡的残红。最后一节来，阮若打开心，打开心内的窗，就见青春的美梦。虽然花无百里人，总会暂时笑阮满腹怨叹。春春青春今何在？望你永远在阮心内。阮若打开心内的窗，会看见青春的美梦。阮若打开心内的窗，就会看见青春的美梦。好，我想这首诗歌，互咱有真大一个启发，就是咱是毋是愿意拍开你的心门，互上帝宽赦的光线，伊的空气进入伫咱的心内，互咱有一个包容的心去宽赦别人。有一本册叫做《内在医治，内在医治》，这个作者安尼讲，伊讲当上帝圣洁的能力甲光去摸着你的事，就要医治你啦。所以伊讲，当咱需要医治的时，一寡稳重伫咱的心内，也是讲你袂记的往事，就会个展现出来。意思是讲，如果咱若一直伫咱的心内无法度宽赦某物人，咱就求上帝，你圣洁的光来照我，我有宽赦的心怀吧。所以最后第三，怜悯的心甲行动啦。耶稣咧讲的譬如结论，就是讲咱对心内宽赦别人，宽赦别人毋是表面的，是爱对心底一个诚心啊。一个人有怜悯别人的心，就是因为伊亲身体会上帝的怜悯甲慈爱，嘛因为伊会当看透人性的软弱甲自私，所以咱会常常受到社会的感染，比较来犯罪。咱最近有真侪大罢免的行动有无？拢讲哦，咱迄个仇恨值，我是真无爱这个名词啦吼。就是讲啊，你足讨厌这个人，所以我要甲伊安怎呢？无毋对，咱是对这个人伊所做的事，毋过人甲事爱嘛，分开。就说伊是一个足万恶不赦的人，你说上帝有听伊无？嘛是听伊啊，伊嘛是上帝所听，所要救赎的啊。你知影我讲意思？当咱若看电视，啊，遐政治人物咧讲话，咱有当看甲足气的无？啊，无干脆莫看，吼啊！毋过咱爱关心，爱祈祷，祈祷都爱常常培养怜悯别人的心怀啦。比如讲，伊今仔安尼做，伊会讲这话，一定有伊的原因啦。会当常常宽容别人的人，才爱培养这款的心怀。苏联有一个作家叫做杜斯托耶夫斯基，吼，苏联人，伊出身贵族，伊捌写过一本册叫《罪与罚》，有无？诚出名的一个小说。啊，伊虽然是贵族出身，毋过因为参与伫民主自由运动，后来向判死刑。了后流放到西伯利亚，所以经历真侪艰难的生活，伊嘛去洞察到真侪边缘人、社会边缘人，譬如讲乞食、这酒鬼、这贼仔，
还是讲妓女等等，人看袂上目的。虽然伊是互人轻视的一群，毋过因的心中的光明甲纯真并无丧失啊。所以写迄个罪与罚，就是讲要怎样对罪人的怜悯甲宽恕。这本册是咧讲到一个男主角伊杀死一个饭店的头家娘，后来伊求赦免的过程。有影伊所犯的罪，伊受的刑罚。毋过伊的小说艺术的边界无悬，毋过却会当感人肺腑、感动人的心，因为伊体会到人都爱先求上帝赦免，了后再当互相宽赦。最后我用这8项因为时间已经超过吼，好，咱做者参考饶恕的8大步骤。我有看到咱的手簿我读一遍就好。头前，咱来求上帝显明是甚物人得罪我，为什么我会较艰苦心第二样，求上帝显明是甚物代志，我拄仔讲人甲事爱分开，是甚物代志伤害我。第三，向上帝来摒落倾吐啦讲出我这个当时的迄个感受啦，写我的艰苦心，你讲互上帝听，心事啥人知，对不对？讲互上帝听，你甲上帝讲，靠赖上帝。过来讲了第4项，求上帝赦免伤害我这个人，我爱求上帝先赦免你。第5项嘛，求上帝赦免我，为什么？因为我无法度赦免你，你了解无？你我会艰苦，嘛求上帝赦免我。第6，上帝讲我为这个伤害来感谢恶乐啦。万行事道道来，有无？万事互相效益，包括伤害，咱嘛来甲上帝感谢。第7项，求上帝听平安甲圣神来充满我。最后，我要为对方来祝福祈祷。好，最后咱做参考，互咱学习结论来讲，伫路加14章第4节，耶稣讲：你兄弟若7摆得罪你，你就7摆活倒转，讲我反悔，我就要赦免伊。求主增加咱的信心嘛。伊学生知影讲，用人的气力做袂到，同款，咱嘛求主增加咱的信心，互咱会当实践常常饶赦别人的功课，好毋好？为咱家己做起。求主祝福咱的教会，互咱成做一个会晓宽赦、甲怜悯的教会。咱三个头来祈祷。主，阮感谢阿罗你，阮知影阮是有罪人，阮常常伫有意无意中间来得罪人、得罪上帝。求主赦免阮，嘛互阮的愿意赦免别人，互阮有怜悯人的心，有宽容的心。那安尼，阮就要成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成做一个三听的教会。阮来感谢、恳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阿门。感谢牧师美好的勉励。接着，咱来吟回应诗，圣诗第121首，上帝疼惜赢过一切。咱吟第1节到第2节就好，请起立来吟。You
这车坐，请备万心，做伙来奉献，也请即献的同工来即献。现在请起立，做伙来吟奉献的诗。咱做伙来读金句，伫周报下骹正面下骹面。台语咱做伙来读2遍，请。因为恁若赦免人的过失，恁的天父也要赦免恁；恁若无赦免人的过失，恁的爸也无要赦免恁的过失。第二节，因为恁若赦免人的过失，恁的天父也要赦免恁。恁若无赦免人的过失，恁的爸也无要赦免恁的过失。马太福音第6章14节到15节。接着，咱来欢迎报告，请问今仔日有头一届来的无？无好，请拍开周报，做伙来报告。消息报告，本会消息第一，本会信德奖学金申请有遮个小朋友定伫4月20个偌济赞美礼拜中要颁发爱请学生亲自来出席颁奖。第二4月6日后主日是总会所定的大众传播中心奉献主日敬请兄姐为英文所需要的经费来关心大道。第三4月13日是本会圣礼典。是联合礼拜9点开始，请用恭敬的心来赴主的宴席。第4月13日是中秋主日，为着咱耶稣受难周，请大家伫周间用安静的心，甲主共受苦难，尽量避免喧哗、娱乐等等的行程。第5 4月20个月赞美礼拜伫迄落。请大家做伙来敬拜、庆贺主的国活、大年甲午忙准备咱的感恩奉献。第6 5月11日咱的母亲节感恩礼拜，礼拜后咱要举办咱的牵手30+这是30岁以上的结婚30年以上的迄个。夫妻来报名请咱的主持人陈芳玲姐妹报名是4月20日的杂志咱主要是要借着即个活动邀请咱厝内也是咱的朋友咱若无信主的咱的朋友甲咱的厝内的家人都做伙来欢喜是希望因也会当欢喜来。甲咱做同一家的人。第7，新港讲伫第2期的读本已经伫1楼的招待道请
自由所处，每日以进度来灵修。第八，第二季吼，咱的轮值表已经公布吼，请兄姐轮值的兄姐，服侍项目甲日期吼爱注意，若有无方便要交换，也请咱的办公室来通知。第九，咱的每礼拜三的读经祈祷会吼，也敬请逐个兄姐同齐做伙来共读圣经吼，彼此代祷。再接团契消息，第一，咱的东升团契4月13日要举办吼纪念主受难碑14届追随马街的卡业即个活动吼，要到淡水吼当天的下晡点半吼，伫教会集合出发吼报名请咱的胡美英姊妹吼，4月7号早起。具体相通吼，请咱伫咧灵修的时，对为咱的兄弟姊妹吼提名代祷，也为咱的俄乌战争吼祈祷吼，也为着以色列吼，遮已经有个人已经袂记啊，以色列吼伊的冲突来祈祷，也为着最近咱东南亚吼遐个地震大地震吼受难苦难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好，以上。咱做伙来吟每本诗第398首，请起立来吟全首。愿咱有主耶稣基督，显明稳定慈悲，离别上帝受事大好，听咱亲像囝儿，听咱亲像囝儿，诚心愿灵甲咱感动。徛起达人心内，三位地甲咱相看，只是甲万世代，只是甲万世代。请咱永远徛伫三个领受上帝祝福。那愿你大家得着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堂。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正人三甲之地，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